学哑语，那把人那把论崩裂霜，沿那北中当裂歪。这个泥巴嫩山的雪，在石头山上会断吗？泥巴嫩，泥巴嫩，崩裂霜。沿那北的盘中的山当裂块，崩裂窝，海干裂块。谁绿节？绿节，这个戒指嘛，绿节，谁绿节？多呢？欧郎。那把轮崩裂霜，黎巴嫩山的雪，这个霜字就是雪，意思就是雪。我要造出来一个字叫做雪，那别人用的是霜这个字，霜。这个崩呢就是山，崩就是山，就是风这个字，因为这不不夫这几个音可以来回的变，崩就是山。沿那北就是石头，就磐石的磐，前面加了一个音，叫做那边。中就是山，这个重阳的重字是山的意思，它读中不读重，所以汉语的这个读音呢很多是错误的，它扰乱了这个苗瑶语，当裂块，他说那个山是不是断的？崩裂窝，山上的水呢会干裂块会干裂块，这个否就是吗？会干的吗？会干吗？这个山上水会干吗？这个干呢，它的音是干。其实方言中也是这样的。他把那个鼻音看似省略了，比如说上班，有他的上班，干上会干吗？所以柳节斗裂窝囊，是流下河的水浪。这个毒呢，这个斗就是毒就是河流的意思，所以说汉语说这个字叫毒，这个字是渎职的意思。它明明是山点水，它是河流的意思。所以说汉语很多词的这个读音啊，这个意思啊都是错误的。所以吕杰斗裂窝囊，是流下河的水浪。那把轮崩裂霜，沿那边中当裂块，崩裂窝，还干裂块，谁吕杰斗裂窝囊，是流下河的水浪。现在这个哑语呢，一看呢，差不多都会了。然后呢，原来别人都学不会，什么原因呢？
他们呢太低等了，太低等了。有些是，我是什么？其实呢，他不会，他都不会，他都不会。我会说汉语，我是洋语专家，我会说汉语。